不用伺候了，在外面守着。是。君上，我……你怎么在这？我……他不是要强吻我吧？不说话，擅闯云听池，可是重罪。啊！怎么办？我该怎么解释啊？来人！你大胆！眼前这个霸主，就是大隐国王爷，义齐王。君上，我是巫族圣女，李七七。之所以走到这一步，我也是逼不得已。护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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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这臭娘娘！还不滚！快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呀！这丑娘娘很绝色啊！都吵什么呢？闭嘴！要杀要剐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妾身知道错了，求君上恕罪。要是不能恕罪，求君上干脆一点，给个痛快。你想以死谢罪啊？没有，妾身有罪，但罪不至死啊。妾身来到这儿，是想跟你表明心意。自从妾身恢复神智之后，就深深的爱上了君上。妾身苦苦追求多日，君上却不肯相见，所以妾身才出此下策，来到这里，想一诉衷情。要说妾身最大的错误，就是太过喜欢君上您了。这么好骗？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啊，还是要罚啊？君上就不能看在妾身一片痴情上，饶妾身一次吗？你是孤的妃子，对孤痴情是理所应当的。罢了，罚就罚吧。
那就重打80。啊？妾身的父亲镇北侯曾经说过：“女儿啊，咱们丑家的使命就是为了大隐而奉献。爹爹在外与北仓蛮人浴血奋战，命悬一线。你嫁去一齐，也要好好的服侍君上。如今妾身犯了错，君上你就重重的责罚妾身吧。唉，就算妾身挨不过这80大板，也无怨无悔。只求君上把妾身的尸骨带去边疆。爹爹有守关重任，不能回来，但是总得让他见女儿最后一面吧。你在要挟姑？没有，妾身不敢。你之前不是失忆了吗？怎么又想起你爹的话了？其实最近有想起来一点点。哦，想起什么了？入府前的事情，只不过想起来一点点了。妾身从前痴傻，每天过的日子都差不多，没什么特别的。看来他的记忆正在恢复。起来吧。谢过君上。怎么了？腿跪疼了吗？不过妾身可以自己走。这池子专治不舒服，你多泡一会儿，天亮前不许上来。天亮。暴君吕侯，陈娘娘，君上让您今夜侍寝呢。真是开门有喜，娘娘，您的好日子要来了。真的吗？不过什么是侍寝啊？哦，陪君上睡觉。够了，跟熬汤似的。哎，聊聊你们君上。吕瑶？嘘，您怎么可以直呼君上名讳呢？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君上英武不凡，勤于政事，是咱们一旗之光。一旗之光？乌吉师兄回岛的时候说过，一齐王吕敖崇尚武艺，残暴冷酷，和连翘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。那我问你，你们君上以前对丑卿，对我怎么样？君上忙于政事，根本没时间管后院的妃子。这么禁欲啊？太好，这下安全了啊！对了，一会儿见了君上，娘娘您可千万别再说什么“您不是娘娘”之类的话了。这要是被当成了戏作，可是要杀头的。您的父亲也会被牵连的。这一次让您去侍寝，简直是像做梦一样。娘娘，你一定要把握机会，好好表现。
掉线个鬼呀！叫我陪那个暴君睡觉，做梦去了！赌一把。讨厌。你说人家拿什么来赔啊？来，先喝一杯嘛。来嘛。这样喝多没意思啊！啊，咱们换种喝法。你逼我的，看谁恶心得过谁。快躲开！快躲开啊！滚！是，我先滚了。站住！干嘛？他不是很禁欲的吗？明明这里应该留疤的，脖子留疤，他要砍我的头。有什么事情，我可以慢慢解释的，你千万别冲动。那天晚上，你还记得什么？哦，上次冲你扔果子是我不对，可是你知道我是傻的吗？而且我不知道你就是君上。我说的是祈福灯会那晚。祈福灯会？什么祈福灯会啊？上个月圆之夜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上个月圆之夜，师姐攻打圣殿，我被师父送出巫寻岛，却莫名其妙的来到了这里。这事儿也不能告诉他呀。我不知道啊，丑青离是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吗？孤的宠物把你扑进了宫河里，你因祸得福，不记得就算了。哦，原来是那匹狼把丑青离扑进水的，这人倒把自己撇得干净。哼，果然是个暴君。你的宠物可真可爱啊！是我因祸得福，真是谢谢你啊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先滚了。今夜所言为真，句句是真。好疼！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爹送我的。那这剑，那我可以滚了吗？你要干嘛？暴君，居然让我睡地上，我还不想跟你一起睡呢。
勉强能看。你盯着我干嘛？啊！这暴君又想对我做什么呀？难道要抱抱？臭暴君！给顾更衣。啊，我？我马上就走。真是个蠢货。这个。再见。哎，你不让我进去，你倒是把点心还我呀！嘘，娘娘，您小点声。是不是送点心这招太老土了？用的人多了就不管用了。你懂什么呀？经典的招数最好用。那娘娘的意思是每日都送，感化君上。你傻不傻呀？经典的招数那么多，这招不行，咱换一招。娘娘，这行不行啊？别废话，快点。哦。谢过君上。娘娘。哎呦我！娘娘，君上，我好像被轿子撞伤了，起不来。哎呦，啊，好痛哦！好痛哦！那个君上说了，就给这么点。那。他什么意思啊？娘娘，要不咱们换一招？每救英雄，这一次一定没有问题的。可是万一要是把君上伤着，真伤着了才好。啊！你看这四下无人，他又不知道是我们炸的。等会儿他受伤了，我就上去救他，你就喊抓刺客，他一准感激我。糟了，蠢货！娘娘。还好咱们跑得快。娘娘，这是哪儿啊？我怎么知道啊？
什么声音这么好听啊？啊？那边，那。是他。谁？娘娘，娘娘，每次见您都是那么特别。其实人家平时不是这个样子的，都是意外，意外。娘娘深夜至此，所谓何事？我，哎呀，我们是要出门散步。出门散步。你弹琴太好听了，我们是被你的琴声吸引过来的。雕虫小技，献丑了。不丑，你弹得特别的好。还未正式谢过殿下大恩，请受我一拜。娘娘使不得。娘娘这礼仪，臣未曾见过。这个是我们边塞的礼节，表示感谢的。边塞。原来如此。娘娘，咱们该回去了。路都找不见，怎么回啊？哎呀，奴婢知道。你认识路？我认不认识啊？我应该不知道。娘娘可是迷路了？哎呦，这王府吧太大了，你看天又这么的黑，我们两个小女子又不认识路。哎呀，不过没事儿，我们嘛多溜几圈也就回去了。若不冒犯，臣送娘娘回去吧。多谢金王殿下。脸上。有多少思念都堆砌成落叶，覆盖回忆温柔昨天。这里，失礼了，望娘娘恕罪。干净了。无妨。那我们走吧。熬好了，按照娘娘说的，加了药草和您新采来的蘑菇。你们谁要替我尝一尝？不了，奴婢来。正好奴婢饿了。哎，小心烫。什么味道？味道很奇特，不过还挺好吃的。是吗？那连枪也要喝。一个人吃就够了。巫族特制迷幻汤，太久没用，不知道有没有出错。
你跟我念，君上是暴君。君上是暴君。成功了。来，这个给我，你退下吧。哎，小燕子，小燕子，过来。哎呦，小姑奶奶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哎呀，你过来。回去告诉你娘娘，君上不会见她的。哎呀，不是娘娘要见你，是我要见你。我做的。给我的？对啊，快尝尝。不行，我得给君上送粥呢，一会儿粥凉了。哎呀，那个就吃2个，不会凉啊。那我就吃2个。吃吧。不行，我得送粥了。那个再尝一个嘛，不同口味的。没事吧？啊？没事吧？这吕敖倒是个好王爷。我是谁？你是赵经理？错，我是小印子。你是小印子？对，就这么记。就这么记。让你凶，让你把我泡在水里。
难道是因为这把剑，血玉才有反应？嗯，还是没有反应啊！拔出来看看。奇怪，怎么拔不出来？喂，放手啊！真是的，中了迷药劲儿还这么大。哎，参见晋王殿下。免了，啊，哎，奴才给您通报吧。不用了。啊，人道是为年来薄厮杀，银烛发簪赠君别牵挂。缘来缘去啊，咫尺边天涯。若不能挥别，辜负了年华。哎，殿下，殿下，殿下别喝多了，咱回去吧。不回，本王就要待在这里。必定心意无力，不问来期，只愿余生心不移，与你朝朝暮暮相依。我手不巧，唯独这做娃娃是我从小学到大的。你看它跟你像不像？殿下，真好玩。程青泥，你最好给红衣个解释。天黑黑，喝水水。天黑黑，你去哪儿啊？喝水水。花花，你也想喝水水？姑跟你说话呢。呀，丑娘娘，他怎么进来的？奴才也不知道啊。哎呦，君上，您的脸……丑青泥！哎呦，擦擦。哎呦，喝水水。啊，哎，君上，别，奴才觉得娘娘像是患了梦行症梦行症啊。哎，这个梦行症的人啊，不能被叫醒的，否则脑子会坏掉的。坏脑子？无非再变成傻子。无良暴君，那怎么办？
算你还有点良心。奴才觉得让娘娘自己醒过来吧。哎，好，赶紧溜走。哎呦，我绕过去。很好，就这样走回冉西院。哎呦，娘娘，你没事吧？完了完了，这下怎么办？我怎么在这儿啊？这是哪儿啊？醒了？小印子守卫不当，罚3月月钱。起来吧。谢军长。丑清离，擅闯姑寝殿，该当死罪。完了完了！姑念在你是梦行症，难以自控，特赦一次，最后一次，罚你当姑的贴身侍女，以示惩戒。贴身侍女，就是说我可以一直待在君上身边了。是。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好机会啊！真喜欢姑，好，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几分真心。丑清离，到。研墨。哦。笔。哦。墨。真麻烦。哦。今天，本七七要一雪前耻。热。滚！为了找到你跟须臾的关系，我忍你。戳破你的大猪皮。
宝君，月大空。宝君，月大空。宝君，宝君，月大空。宝君，月大空。宝君，月大空。你们怎么不叫醒我呀？去晚了，君上该责罚我了。这不是看您睡得香吗？叫晚了一会儿，不碍事的。碍事碍事。你们不知道君上的。哎，算了算了，我先走了。哎呦，娘娘，什么呢？君上有令说，今天您不用去龙仙殿了。处罚期过了。那个您赶紧收拾东西，君上要您陪着去山庄呢。山庄？哦，每年夏天都会去一次啊，不远的。那个，悄悄告诉你，君上还没带过别的妃子去呢。真的吗？就知道君上对娘娘不一样。这个暴君，肯定是编了别的招整我，我可得当心。水。米七七啊，米七七，轩辕和他的关系没找到，伺候人的本事倒是很到家。人家千求万求，君上才同意带着我出来。丑青离这个狐妹子，不知道使了什么方法，居然和君上同一顶轿子。是，君上，不好了，君上！嚷嚷什么呢？奴婢有急事向君上汇报。怎么了？轿子走得急，王妃娘娘身娇体弱，有些不适，现在正头晕着呢。奴婢斗胆，想请君上去看看。赛马都不晕，坐轿子里，八成是轿子里憋闷。要不让他和靖王殿下换换？王妃娘娘能出来透透气，靖王殿下也能进轿子里歇一歇。你很关心纪王啊？他是君上的弟弟吗？丑娘娘，你别说笑了。王妃娘娘确实难受，君上您还是去看看吧。难受叫姑去有什么用？应该叫医官啊。小印子，叫吴医官过去。是。哎呀，这么重！死驴哦，故意整我是吧？喝个茶还这么讲究，还说我慢，说我无知，你才无知呢！哼，我真想沏壶茶倒他脸上，然后我再照你头上来几瓢。耶！
君上您等急了吧？请喝茶。放那儿吧。这等会儿茶就凉了，影响口感。爱妃今日辛苦了，这一杯茶就赠予爱妃。啊？怎么？爱妃不屑于姑的赏赐？啊，妾身不敢。谢君上赏赐。有点烫。这加了盐的茶怎么喝呀？哦，现在凉了。盐放的太多了。哎，殿下，其实这壶水比较老了，我刚刚没算好时间，要不我再去给您拿壶新的过来，您再喝。臣并不挑剔，这杯即可。完了！皆可。殿下您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殿下您继续下。晋王殿下口味好重啊，这么咸的茶水，他居然没察觉。君上，您的茶。姑挑剔，煮老的水，姑不喝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去重泡？哦。再不快点儿，可要挨罚了啊！哦。看来王帝对姑的爱妃很是关注啊。王兄说像了，这天气炎热，瞅娘娘身体娇弱，这跑来跑去的，怕是会累坏了。你还是把心思放在棋盘上吧。输赢已定，臣弟自愧不如。死吕昂，臭吕昂！等我有机会了，我一定……丑娘娘，哎，君上派你来催哈，我马上就好。不用了，君上已经回寝殿了，差役奴才跟您讲一声，这个茶水啊就不用送了。真的呀？哦，对了，今天下午啊，你也不用伺候了。算你还有点良心。君上，臣见的有个大浴缸，一起去吗？姑习惯一个人沐浴。一个人多无聊啊，臣妾陪你。谁？君上，那个我就是来送点心。哟，我什么都没听见。姑想要沐浴，你还不去备水？又要备水？你现在是姑的贴身侍女，备水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我这就去。不许任何人帮忙。知道了。君上，你让他侍奉。出去。是。
一滴水都没有了。这水井到底在哪儿啊？这找不到水井怎么办啊？参见丑娘娘。免了，免了。娘娘是在找什么？我在找水井。哦，奴才知道，让奴才带路吧。带个路不算帮忙吧？好呀。哇，这井够偏的哈。不过还是谢谢你，总算找到了。那你请回吧，谢了。娘娘，传衣冠。是。别怕，顾仔，对不起，是顾不好。这里好温暖。哎呀，娘娘，君上。看来是没事了。都怪你，非要时光我打水，害我差点被淹死，还有脸来见我。晋王殿下。他又救了我一次。在想什么？在想，还有在想，妾身怕是感染了风寒，未免传染给君上。恐怕是不能随身侍奉。哎呦，烧已经退了。伤的是元气。哦，哎呦，您不知道，哎呦，妾身从小就体弱多病，有吗？平日里啊，风一吹就倒。这样，可惜了。本来姑还想带你去坊间的集市逛一逛，既然爱妃身体抱恙，那就算了。集市，
好玩吗？好玩好玩，娘娘可好玩了。嗯，我也要去。爱妃身体重要。身体，我身体好得很，你看。好了，带你去。谢君上，恭送君上。听见了吗？听见了吗？我要去集市了。在府里待了这么久，终于可以出去了。那个君上有令啊，为避免惹人注目嘛，这个要控制人数啊，你们院就带娘娘一个人去就好了。那剩下的人都留下来啊，那个看着后院啊。是。空欢喜一场，只能看家护院了。嘿，哇，你笑什么呀？只带娘娘一个人单独约会，君上一定是爱死娘娘了。别胡说，奴婢没有胡说。昨天君上等不到您回来，都快急死了。听说还亲自跳井去救您，把那些侍卫都吓死了。啊，是他救的我。是啊，看您睡得不安稳，君上啊还在这儿陪了您整宿呢。他救。现在还和您去约会，简直是对，宠溺。是他救的我，怎么是他救的我呀？会怎么样？还行吧，就那样。哎，姑娘，来看看。姑娘，来一串吧。好漂亮的果子。妾身奴婢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果子，少爷您就行行好，给我买一串吧。多大了，还吃这种小孩子吃的东西？哎呀，就一串。喂。冰糖葫芦儿，冰糖葫芦儿，可甜的冰糖葫芦儿喽！一缕青丝，一寸柔肠，一抹情愁。情意若山，你我若见，乱了谁眉眼？兜兜转转，往事出现，却难辨世间真假。世间尽头，与你相守，无所求。蓦然回首，时光搁浅，凝春短。风雨凄寒，驻足石板，水泪流满面。长夜漫漫，深深轻叹，唱不尽百般滋。君上，皇兄，你没事吧？
眼睛用来干什么的？有危险不知道躲开吗？奴婢知错了，那奴婢先去前面给您探探路。有话不会好好说，那么凶干什么？我们说好彼此不离不弃的，你忘了吗？我答应过你，等我金榜题名时，就风风光光的来娶你。小茹，我来了，你嫁给我吧。好浪漫。小茹，跟我回家吧。果子。嫁给我吧。恨如霜月，难免是缘是缺，命运不过辗转了世间。命运变迁，踏平江夏艰险。哇，好痴情啊！一生风雪，走过漫长路，曾经来到了。动手。朝青离，你给姑撑住，没姑的命令，你不准有事。君上恕罪，娘娘脉象不稳，似是病情加重，山庄中药材不足，难以医治娘娘的病情。即刻回城。君上，此次疏巡上下好几百号人，即刻回城怕事，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死在这儿。备马，即刻出发。是。君上呢？出去了。哎，这个怎么办？自北仓一别数年，你还欠我一场决斗呢。是你。跪下！这是我跟他的私人恩怨，你们不许插手。想跑？追！太子，太子，太子！君上，未遂来迟，交给你了。撤！如何？回君上，微臣医术不精，娘娘的脸怕是再也恢复不到以前的模样了。那你这张皮也别想要了。君上饶命！饶命！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，必须给姑治好她脸上的伤。臣遵命。
您伤势严重，血还未止，若再不及时处理，先治他。是。要是姑当时拉住了他，他是不是就可以免遭疫呢？事发突然，您不必过于自责。此事绝非意外。那个泼油的女人在哪儿？已经押入大牢。可有审出什么吗？她的身份虽然没有查出疑点，可臣在审问时发现，她思维沉稳，胆识过人，绝非普通农妇。她一口咬定当日是无心之过，揽下所有责任，不推诿，也不争辩，就像一个训练有素的死士。君上，您的伤无碍。魏玄公等没有抓住劫，没想到劫居然如此嚣张，身为北仓太子，竟敢亲身潜入咱们一起，还劫这个人偏执得很，会再露面的。君上，那咱们之后如何制定计划？君上，来人！王妃娘娘到。王妃娘娘万福。怎么，孙医官日夜在这盯着，都未见丑妃醒过来？医官们都说我家娘娘伤得太重，脸也恢复不到从前的样子了。哦，是吗？微臣医术不精。这是娘娘赏赐的舒痕膏。此药对烧烫伤有奇效啊，是上等的良药。谢谢娘娘。别难过了，好生照顾好你们家主子。是。走。来，躺好。哎呦，君上，您受的伤一点不比丑娘娘轻啊！这伤口万一要再偏一点，哎呦，奴才都不敢想。啰嗦。君上，这不紧急的政务都延后推迟，您这几日一定要卧床静养啊。哦，对，还有这汤药，汤药您知道了。哎，君上，嘘，君上，冉轩出事了，丑娘娘呼吸时有时无，恐怕撑不住了。君上，慢点。君上，小心您的伤啊！哎呀。君上，君上，请礼，请礼。回君上，娘娘今早晨起就有中毒的征兆，还伴随有心跳骤停的症状。什么毒？怎么会中毒？微臣还在查。你当真不想要你的小上人头了？君上，君上饶命！君上，君上，娘娘回天乏术啊！娘娘，您不要丢下连翘啊，娘娘！娘娘。参见君上。不必拘礼。这时候来，必是有高招。高招称不上，但这个舒痕膏倒是个宝贝呀。这舒痕膏原本对烫伤有极好的修复功能，但这加了鸟面马的舒痕膏就没那么简单了。孙医官，君上明鉴，当日王妃娘娘带舒痕膏给丑娘娘，微臣亲自过目，并无任何异样。如今为何里面掺杂鸟面马，微臣也不知啊。
妃可有话要说呀。君上，此事臣妾真的不知。臣妾当日看宠妃妹妹伤得很重，出于好意，才将家父从边塞带回的唯一一瓶舒痕膏带给了妹妹。臣妾也是希望妹妹能早日康复，没想到。君上，经微臣的观察，这鸟面马的成分并非在此药制成前添加到里面的，而是事后有人放进去的。君上，您看，您冤枉臣妾了。回禀君上，娘娘的脉象开始稳定了。罗九臣，武医官，好生照顾宠妃。恭送君上。君上饶命！君上饶命啊！娘娘中毒一事，就这么算了？不急，属下不明。属下明白。做了见不得人的事，就想这么一走了之吗？谢王殿下。这是，应该就是你们想要的东西。果然是鸟面马，看来真的跟娘娘有关。今晚谁都别睡，把此人搜出来。是。对了，此人应该也参与了丑娘娘毁容一事。哦。方才我与他交手，他显然知道我腿有伤，情急之下重创我的伤口，才得以逃脱。他逃跑时，我伤了他的右肩。娘娘，您醒过来了，娘娘。这是哪儿啊？染溪院啊！娘娘，您不会又失智了吧？奴婢是谁啊，娘娘？元宵，你傻了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娘娘没事。怎么了？我是不是太激动弄疼你了？没事。娘娘，你可千万不敢吓奴婢了，奴婢心脏不好，可千万不要再有事。你就不盼我点好啊？吴医官，您来的正好，快给我们娘娘看看。娘娘气脉通畅，体内的毒素应该已经清除完毕。谢谢大人。微臣再去开些药来，只要好生调理，便无大碍。谢谢吴医官。太好了，娘娘终于醒了。你们干嘛？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？这是娘娘的祈愿。你们干嘛？放开他！娘娘，您醒过来了。先不说这个，放开他！这……放开他！微臣经过查证，就是他害娘娘险些丧命。不是阿蛮，不是奴才，不可能！你们一定是误会他了，放开他！请娘娘别为难魏巡，娘娘放心，若是误会，定会还他清白。
带走。是。娘娘，娘娘救我！娘娘，娘娘！为什么倒退？娘娘，你救救阿满吧。虽然他平时又贪又懒，但是他不会做这种事儿的。我要去找君上，把阿蛮的事情问清楚。娘娘，你脸上的伤还没有痊愈呢。眼角。娘娘，我的伤，我怎么见人？娘娘，你千万别多想。您出事的时候，君上比任何人都要着急。是啊，君上他每日都来陪您的。您出事的时候，君上就立马下令回城。后来嫌下人们动作慢，他就亲自骑马先行带您回来了。是啊，君上很关心您的。算了，还是先救阿满有情。娘娘，刚刚小燕子传话，让娘娘即刻前往龙涎殿。可有说什么事？说去了，自然就知道了。臣妾给君上请安，不知君上这么晚传臣妾来，所为何事？这个人，你认识吗？啊，丑妃妹妹院里的小奴才，好像叫阿蛮。此人之前是秦夫人院里的人，后来是你打发去染西院的吧？是，臣妾当时见着妹妹院中只有连翘一人跟着，担心她照顾不过来，又想着君上既然把打点后院的重任交到臣妾手上，那臣妾理应照顾好后院众姐妹。秦夫人平日喜静，院中奴才众多，也派不上差事，所以这才把阿蛮调到了染西院。不知是不是他闯了什么祸事？这舒衡膏，你还记得吗？当然记得，是臣妾拿给丑妃妹妹用的。君上，难道是怀疑臣妾要谋害丑妃妹妹吗？带上来。这个人，你认识吗？他已经把事情都交代了。就是你，买通他谋害丑妃。是。之前给丑妃头鸟面马的人也是你吧？是。何人指使你这么干的？是奴才自己。奴才从前得罪于宠娘娘，一直怕娘娘报复，所以想先下手，都是奴才一个人干的。要自己担责。来人！君上，君上饶命！住手！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！青丽，你醒了。怎么，都没规矩了吧？擅闯龙涎殿，禁足3日，还不快回去！这是做什么？这是要屈打成招吗？送你们娘娘回去。我不走。魏雪，你一定是弄错了。阿蛮是我的人，他不会害我的。妹妹，你还真是单纯呢。这人心隔肚皮，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这个狗奴才就是要害死你啊！不过妹妹放心，只要有君上和我在，一定不会轻饶了他。凌迟还是炮烙，只要妹妹一句话。你闭嘴！你没事，本院知道妹妹现在心情不好，毕竟女人最重要的容貌已经毁了。你看着本院不舒服，拿本院撒气，本院可以理解。林献思，阿蛮，你快向他们解释清楚。
我带你回染须院啊。阿蛮，你快说呀！他已经招了。招了？不可能！阿蛮，你别怕，你大胆说实话啊！娘娘，是奴才对不起娘娘，对不起。你不用怕，我不会让他们对你用刑的。你大胆说实话啊！娘娘，阿蛮，你相信我好吗？